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1月11日，神选之王，新世代来临。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1章 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马太福音11章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有一位前瞻领导叫做克雷格罗雪，他在领袖高峰会议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好的领袖随机应变，伟大的领袖动足机先。所以神选之王知道新世代的来临，他宣告了，就像我们今天 RPG 所祷告的经文，耶稣就说了他首先是感谢天地的主，感谢他的父，耶稣就是天父，就是神选之王你会说牧师，那个时候大家都其实还不知道耶稣是王没有错。所以现在我们比那时候的人可是幸福多了。我们真知道我们现在所相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名字本身就是说拯救，神要拯救。那么这一位神在可能当时候那时候眼睛看得见这些门徒跟着耶稣，但我们知道吗？看得见的反而不知道他其实是王，他是弥赛亚。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4个福音书，我们有想过吗？何以这位把话语留给我们这位上帝上主，他何以要用4个福音书来描述？我们如果不查就会觉得哎呀都很像读来读去很像，只是少部分的地方会不一样，有的地方章节有的地方强调的又不一样。那这个到底要做什么？让我们搞混而已吗？不是。我们光看刚开始，我们看到马太就有家谱，而我们也会发现另外路加我们才读过的也有家谱那另外2个福音书都没有。但有家谱的，我们会发现它好像又不一样顺序，一个从前面，一个从后面，是吗？从这个创世纪开始那一个是倒推回去。那到底可以这4个差在哪里？差在这一位上帝要让我们更明白，让我们认识他不同的面向。当然他很多面向，但就这4福音它可是不同的面向，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这位主。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说那什么记号可以来让我们可以明白呢？如果我们从启示录4章7节4活物就表现出基督4个面向。如果我们来看你会更清晰那个图像马太就是狮子，马可牛犊，路加是人，约翰是鹰，老鹰的鹰。我们读过以后会觉得哇，这形容的启示录神的启示真的好深我们读过路加的时候，应验牧师有说，看耶稣，我的耶稣像人一样，跟你我一样，都一样经历过母亲的受孕，然后出生。不同的是，他是从圣灵所受的孕。
那他走的是人生的路，所以他也是对外邦人所说的福音，也就是可以让人可以听得懂基督的人性，就在路加福音。那么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已经读了10天了，今天要读马太福音11章。我们发现好像这个一直在讲王权。对啦，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我们就会说，看哪，我的王，你的王所以你看，看哪那人，看哪耶稣。那当然马太会就说，看哪我的王。所以我们那个面向要从耶稣他是君王他的特殊点在基督的全能。那我们刚刚读的是那个路加的话，是基督的连续所以他讲了很多基督的感受他跟我们人一样会感受。那么我们看到王他是一个领袖，所以他很多的什么教导他强调的是教导所以我们真的这样有更清楚那个面向他是这个天选之王那我们来看他的面向，他怎么教导我们从今天的这一章就说，新时代的来临不一样了。怎么样不一样呢？就是这位上主耶稣代表这位天地的主，他要来启示给那些像小婴儿一样。小婴儿听得懂吗？意思是说，像小婴儿一样，像海绵，你告诉他，你给他什么，他就完全的吸收了他就明白，然后他就照这样做。因为小孩子很好教但是怎么样的人就把它藏起来呢？聪明通达人很多自己的想法这个你要怎么样说服他还真的是有点难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好的领袖，他随机应变。怎样随机？谁的机？当然是天机。这位上天上主激动的改变，那么他洞察出那不一样，而且他不吝啬，他要教导我们，使我们真知道。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一开始就又来到，我们记得路加怎么说吗？我们今天看另外一个面向施洗约翰是主耶稣他的开路先锋虽然他很明白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但他也有信心动摇的时候，所以他忍不住要问耶稣说，你真的是弥赛亚吗？弥赛亚是神所膏抹的王拯救者他问对问题应该也是说马可特别记载着。我们看到马可的地方马太的地方抱歉，我们是看到马太的地方，我们就会知道说他讲的就是什么？就是神的王权神的王权。那么我们就要看说，你是这位王吗？你是这个弥赛亚吗？有人就说施洗约翰是因为太过期待耶稣来执行审判的工作，所以耶稣怜悯百姓的作为使他觉得很动摇。这个王应该不是这样嘛？怎么这么怜悯人王应该很威风的当然也有人说施洗约翰是因为被关在监牢里，所以他忍不住会想，如果耶稣你是可以行这么多神迹奇事，那你怎么不拯救我？你怎么不拯救这一位许多人尊崇他像先知一样施洗的约翰，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先知因为旧的时代过了，施洗约翰是伟大的先知，他也必须要不断成长，不断认识耶稣他的心意。从哪里？从马太神的全能，神的就神选的君王来开始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不一样怎样不一样？旧的时代会疑惑那个弥赛亚怎么感觉弱弱的？新的时代就看到了神他是一个是能够医治复活人，他不是要人
这个好像跟耶稣没有关系。那约翰的生活，他是大过先知没有错，但他是妇人所生的，他是一个死者那个以利亚是很厉害，但是这些都过去，新的时代不一样。在天国里面，最小的都比这些大都比过去旧约的时代。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马太也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开始人要回应，过去人不回应，现在我们要大力回应。天国的智慧是属于那个愿意领受，因为天国像婴孩来显出。我们要得着从神来的安息，因为天国是向孩子显现，天国没有要向那聪明的人来显现，反而隐藏了起来。我们真的是看到新的时代来了，所以要起来回应，可不要我们是那有耳的，经文说有耳的都听啊。至于这世代，我要拿什么比拟呢？他们正像在街上玩耍的孩子，其中一群向另外一群说，来吧，我们为你们奏婚礼的乐曲，你们不跳舞，你们不回应，唱山歌，你们也不哭泣。约翰来了，不吃不喝，大家说他鬼妇；人子来，耶稣来，你们却说他是酒肉之徒，跟这些睡棍和坏人交朋友。但是上帝的智慧是从他智慧的果子彰显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耶稣新的时代来了，那不信的照样了，不信的照样了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泰尔跟西顿所遭受的惩罚都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在审判的日子，你们要注意那怎么办？来吧，耶稣说，来吧，来吧，来吧，来到天父这边，因为天父已经安排要向那没有学问的启示出来，那些聪明的反而隐藏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最后说，凡所有劳苦背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主这边来，主要成为我们的安息。主说，你们要负起我的轭跟我学，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要起来回应神，起来回应神，因为神要我们学他一样柔和谦卑，像小婴孩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默想，神选天国之王耶稣宣布了新世代来临，已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事了，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我2023年11月11号有什么关系呀？对我今天来讲，新世代还新吗？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呢？新吗？是。我们要持续继续让神每一天的话来更新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神要来告诉我们，神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时候到了，你说新世代的时候到了。主啊，你用各种的铃声来提醒我们，醒醒吧，醒醒吧。不断的新世代的闹钟不断的在催逼我们，我们要起来回应你。因为主啊，你要我们像孩子一样，恳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你爱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更新，像小婴孩，向主你来学习柔和谦卑。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大家，我们今天新哦！我们的主给我们新的世代，我们当然要起来回应神哦！不要迟到，绝对不要迟到，跟上来哦！
我们明天见。万物都告诉我，万物都告诉我，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